何西阿书第11章，上主讲：以色列细汉的时，我就疼伊。我有调我的囝出埃及，我哪叫因哪走开，因甲巴力献祭，对偶像烧香。我牵伊法莲的手教因行，毋过因毋知我有医好因，照顾因。我用慈悲的手，仁爱的大牵因。我对因的颔管牙开，因的胆压落去，养饲因。因毋肯转来我遮，安尼伊一定会搁倒转去埃及，互亚述王统治。战乱会临到因的城，毁坏因的城门，破坏因的计谋。我的子民坚决背叛我，安尼因叫天，天袂应。以法莲啊，我哪甘弃杀你？以色列啊，我哪甘将你交互别人？我哪会互你亲像阿嬷对待你，亲像对待细便？我的心已经改变，我的情充满怜悯。我袂发出猛烈的受气，袂搁毁灭以法莲，因为我是上帝，毋是世间人，是伫恁中间至圣的上帝。我袂搁对恁发受气。上主话亲像西地好，伊的子民话跟对伊。伊一个好，因就袅袅喘对西边赶来。因话亲像赤鸟袅袅喘对埃及飞来，亲像粉鸟对亚述赶来。我要互因住伫家己的厝，上主安尼宣布：以法莲用白切，以色列家用盔甲包围我。犹大嘛背叛上帝，对神圣的上帝无重视。